生活壓力太大，想清除焦慮同埋抑鬱，每朝起身冇嚟精神，想一朝就提神醒腦，甚至有情緒問題，受到情緒嘅困擾，想揾辦法去解決，咁就一定要學呢一個呼吸法啦。一旦掌握咗呢一個呼吸法，就可以將你體內隱藏住嘅負能量瞬間解鎖。有啲咁正嘅呼吸法，千祈唔好錯過啦。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我係凌風 Windy。我今日會分享一啲心靈能量嘅知識，等多啲人可以令到心靈潔淨，充滿能量，令到你哋可以擁有一個輕鬆、愉快、健康嘅人生。喺呢個時候，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多謝。喺古代文明早就知道呼吸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印度儒家嘅修行者、西藏嘅僧侶、中國嘅智者，佢哋都知道空氣係帶有生命能量嘅，所以會非常注重呼吸法。但係現今社會生活繁忙，壓力太大，胃口奔馳，就只會顧住忙碌咁樣生活，但係卻忘記咗內在嘅能量調整，搞到身體嘅體內隱藏住好多嘅負能量，產生咗大量嘅健康問題出現。今日呢個呼吸法，佢係結合咗科學同埋古老嘅智慧，廣泛受到好多嘅僧侶同埋靈性大師着迷，因為佢可以將你嘅體內隱藏住好耐嘅負能量瞬間解鎖，跟住就會爆發好多嘅正能量，喚醒你生命力同埋你嘅內在心靈。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就更加接近我哋宇宙嘅頻率。而埃及人相信出生嘅時候可以開始呼吸，就係神靈嘅恩賜，而到咗死亡之後就會收翻呢一份禮物。對瑪雅人嚟講，風就係神靈嘅化身，擁有幻化嘅力量。今日呢一個呼吸法已經經歷不同嘅民族流傳落嚟嘅印證。只要我哋改變個呼吸節奏同埋深度，瞬間就可以將體內隱藏多年嘅負能量解鎖，可以更加接近宇宙嘅距離，進入高維能量嘅狀態，亦可以將能量儲存進入全身，令到頭腦清醒，消除焦慮同埋抑鬱，有效快速可以解決情緒困擾嘅問題。無論不同嘅文化、不同嘅民族，已經證實咗，只要掌握咗今日呢個呼吸法，就可以將我哋體內隱藏嘅負能量解密，亦可以掌握翻我哋自己體內嘅能量，掌握翻自己嘅狀況。科學證實，你嘅情緒會影響呼吸，但係呼吸同樣可以改變你嘅情緒。因為交感神經系統同副交感神經系統都係歸於自主神經系統㗎，只要通過控制呼吸就可以解決精神情緒嘅問題。因為掌握咗呢一個呼吸法，可以直接產生大量嘅化學物質，令到身體同埋大腦產生大量嘅血清素、內啡肽、馬加氨基丁酸、天然二甲基色胺。呢啲嘅化學物質證實有效令到頭腦清醒、平衡情緒、加強注意力、增加愉悅同埋幸福感。所以有好多嘅僧侶同埋靈性修行人，每日都會花好多個小時，會坐喺度冥想、打坐、練習呼吸法，去激活我哋神經嘅化學狀態。其實一呼一吸，中間嗰一剎那間嘅意識係空白嘅。好多時，所有嘅直覺都係呢一剎那間浮現嘅。如果你掌握得好呢啲呼吸法嘅話，好容易你就會接收到宇宙嘅答案同埋信息㗎喇。事不宜遲，而家就話俾大家知點樣去做呢一個呼吸法。而呢一個呼吸法可以產生大量嘅內在熱能，激活高維嘅意識狀態，喚醒你內在嘅潛能。
仲可以幫你瞬間驅走你內在隱藏住好多年嘅負能量，包括一啲積壓住喺你心裏邊好耐嘅負面情緒。呢個咁犀利嘅呼吸法，佢個名就叫做火呼吸法啦。首先，我哋要揾個安靜嘅地方，盤膝坐喺度，保持脊椎挺直。你要放鬆你嘅身體，手掌向上放喺兩邊膝蓋上邊，跟住你就可以慢慢咁眯埋雙眼，慢慢深呼吸。直至到你穩定咗思緒，保持平靜之後，你就可以專注你嘅腹部中心，即係你太陽輪嘅位置。請想象有一堆熾熱嘅火球喺呢一個位置，發出橙紅色嘅光，越嚟越大，越嚟越強烈。每一次嘅吸氣進入身體嘅時候，請想象呢一個火球就會再擴大一啲。每一次你用鼻深呼吸嘅時候，你要想象呢一道氣直達激活呢個火球，令到個火勢更加之猛烈。喺吸氣嘅同時，亦要收縮你盆底嘅肌肉，即係類似隱變嘅動作。用意就係想將所有嘅能量留喺體內。每次深呼吸之後，就要閉氣3秒，喺呢一3秒就要想象火球擴大衝上去頭部，然後慢慢呼氣嘅時候，請想象火嘅能量充滿你全身每一個嘅細胞，你會感到充滿能量，充滿熱嘅感覺。呢個就係每一次呼吸嘅循環啦。喺開頭嘅時候，你可以做1至2分鐘。甚至可以5分鐘、10分鐘，但係要量力而為，要留意翻自己身體有冇一啲唔舒服嘅反應。如果有嘅話，就要停止休息一下，之後就慢慢咁樣遞增你嘅時間。做呢個火嘅呼吸法，你會全身發熱，手指或者係腳趾都會 feel 到有少少嘅吉吉地。如果你不斷去練習，去深入做呢個呼吸法，有時候你可能會感到想喊，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突然情緒好激動，其實就係喺度幫你清理緊隱藏咗喺你體內好耐嘅負能量，所以你係唔需要擔心噶。最緊要嘅就係堅持去做呢個呼吸法。其實每一個人男女老幼都可以做呢個呼吸法，亦對身體有好嘅幫助。只要記住由循序漸進開始，由1分鐘做到2分鐘，OK 咗之後就做3分鐘，一路如此類推。有一日只要做到你認為夠啦，就可以停。最重要嘅都係嗰句啦，最緊要持之以恆，每日去做呢個練習嘅話，先可以幫你將多年嚟隱藏住喺體內嘅負能量驅散得晒噶。由於係協同效應嘅關係，喺做呢個火呼吸法嘅同時，可以釋放負能量嘅同時，亦可以將我哋體內嘅潛能釋放晒出嚟噶。就係因為你身體隱藏住嘅多年負能量積聚，所以阻止咗你本身隱藏喺你體內嘅潛能去釋放。就好似你屋企大掃除一樣，清走污糟嘅嘢，屋企嘅能量就會好噶啦。你做熟咗呢個火呼吸法之後，其實你可以做一個進階版嘅呼吸法。無論你去到邊度，你都可以引動四周圍環境嘅能量，可以係大海啊、生物啊，同埋宇宙。只要透過想象引導能量去到身體每一個位置，可以解決唔同嘅問題，亦可以轉換光嘅顏色，達到唔同嘅效果。例如話金色嘅光可以為你帶嚟活力同埋能量，而藍色嘅光可以鎮定你嘅情緒，跟住白色嘅光可以淨化你嘅能量。其實最重要嘅唔係顏色，而係你做呢個呼吸法嘅目的。無論你係想增加能量，或者係療愈抑壓嘅情緒，你嘅目的同你嘅身心都會產生協調效應。即係話你要有你嘅目的，
先可以幫你實現你嘅目的㗎。呼氣嘅時候，帶住目的，想象吸收純潔嘅能量；閉氣嘅時候，想象呢一股能量激活體內每一個細胞；呼氣嘅時候，想象釋放阻塞多年嘅負能量情緒。呢一個就係呼吸法嘅公式啦。你喺邊個地方、邊個時候都可以做到㗎。將佢帶入你嘅生活，只要堅持你每日都做呼吸法嘅話，所有嘅負能量都一定會瞬間解鎖驅散，跟住你整個人嘅能量同埋幸福感都會增強，可以進入高維度嘅能量狀態。而我哋嘅大腦係分辨唔到我哋嘅想象係真定假嘅，即係話我哋想象所有嘅能量、所有嘅光喺我哋身體流動嘅話，我哋嘅身體亦都會作出相對嘅反應。如果你每日都會好勤力練習呢啲呼吸法嘅話，不久嘅將來你一定會感覺到一啲微妙嘅變化。你會發覺你嘅直覺會變強，頭腦會清醒，直覺仲非常之敏銳添。你會覺得增強咗你成個人嘅能量氣場，你經常都會感受到好多嘅愉悅感同埋幸福感。到時你一定會心想事成，擁有豐盛、健康、美麗、精彩嘅人生。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歡迎留言俾我啊！如果呢條影片令到大家清楚知道點樣先可以將隱藏喺體內多年嘅負能量解鎖、釋放晒佢出嚟嘅話，請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多謝。